人氣日本 AV 女優河北彩嘉近排頻頻出現喺台灣，唔止人氣急升，仲成功轉型做旅遊 KOL，開設咗一個旅遊專屬賬號河北彩嘉旅遊手賬，引起大量網民關注。呢個賬號自今年2月中開設以嚟，短短3個月已經推出29條短片，足跡遍佈全台各地景點、街頭美食同旅遊體驗，最高一條影片點閱更突破256萬，實力驚人。平均每2日就更新一次影片，更新速度快過唔少本地 YouTuber。更有人期待可以野生偶遇河北小姐，從內容到更新頻率都睇得出佢團隊非常認真經營，唔係玩玩下咁簡單。小編亦都曾經透露，河北彩嘉係利用工作空檔特登飛台灣拍片，從零開始打造呢個頻道，背後付出唔少努力。佢哋仲感性表示，因為有你哋嘅支持，河北彩嘉先可以一直走落去。粉絲留言都變成佢哋前進嘅動力。最後，小編仲爆料6月會去台南拍攝，並邀請粉絲留言話想睇佢去邊。今次報道去到呢度，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影片，就記得訂閱。